基本嘅东方伊就在绕墙头宣听那个节目地图吼，按后上嘅讲什么嘅同大家来分享，乜嘅係兒童福利嘅問題哈。其實像現在其實很多的這個小朋友呀、兒童，我們常常看到他可能受到苦頭嘅問題哦，有時候看到真的是很難想象，就很難想象，而且很舍不得哦，親唔攀的，因為小朋友係天真活潑、安定一下嘅世界有冇？嗰種是大部分的生意書都傾倒給爸爸媽媽嘅愛，有冇？對，可是你還是會發現，讀沙威母腔嘅構條，還有一些小朋友其實，哇，我覺得看個沙威新聞嘅時候，清定一下，有什麼燙煙頭啊，嘅眼睫嘅有冇？嘅眼睫落嘅眼睫，也係個。什麼送到這個醫院的時候，衣服打開，哇，都母強情有沒有淤青很多，每次都很不可思議哈。不過說到這個打小孩哈，打聲音呢，我們一講個青島嘅爸爸媽媽是不是講，迄個照你安講，個愛唔是講到愛嘅聲音，個唔乖，迄個聲音不乖就要打，你這樣子我到底要怎麼樣管教？什麼才是這個管教？你講過當，然後講是當嘅方法，對啊，所以大家這個會覺得說，這就是愛管聲音嘅方法，因為你會知哦，愛唔係唔識記得呢，愛輕聲嘅，愛咪輕微愛嘅聲音嘅，對啊，唔過你看你轉了有冇？搞不好偷東西，對不對？偷的這個巧克力口，有冇？哇，爸爸媽媽水管拿起來，全身打到一零哎，對啊，這個很難去界定對啊，其實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就是也有發現的是說，其實管教溝通的問題哈，冇乜該清楚的規定啦哈。不過我哋就做得從有4個方向來看，一張係管教的頻率，你係唔係當年就第一管教4年咧？當年都嗎？係當年都嗎？好高中嘅，當年都嗎？就當年都大啲。係啊，吼，也係講你管教用的東西係乜解？就剛剛主持人有講，用嚴戒的燙小孩，要還有上街的大聲音呢。其實這個都是多唔好的東西，因為甚至會造成小朋友很嚴重的身體的傷害，甚至是生命上的危險。好，再來講，你管教的原因係乜解？你家長的態度係乜解？你為了什麼事情要去管教小孩？你自己怎麼樣看這件事情？你到底想要小孩真的可以學到好的方式，還是你其實是在發洩自己的怒氣？也真嘅有可能哦。比如講，以前嘅迄個無下嘅時節，嘅夾邊嘅零沙吼，你知你也可能講過2擺吼，迄講鄉親朋友談過吼，再個談1擺冇相關。記得阿婆其實佢親錫佢嘅孫呢，佢喺阿婆佢用咪唔錫嘅孫呢，你點麼？唔過真正吼，你每天你喺啲無下嘅時間，你當你都做在堂度，嘅阿婆吼拉高分貝，講話輕態上，我印象深層的係乜嘢點哦？有一年以來，我嘅無下，我們就覺得好可愛哦，對，叫親生嘅小朋友給他一支棒棒糖，結果你知道他給他一支棒棒糖回到家，結果阿婆大到1010呢。因為阿婆講，你怎麼可以拿陌生人的東西？你看這個聽起來糖一類好像沒有什麼不對。伊嘅意思係講，你做埋做的拿給陌生人幫你給棒棒糖，你暗用你做嘅不對的行為，結果呢淤青就被打，一條一條用水管。你說這是抽啊唔抽？這聽起來係抽的嘛，對不對？可是這就是管教過當了。你做得好好講啊，你做嘛拿水管一打到這樣子，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給人家棒棒糖。你知道我們心光都知道輕唔攀的，而且覺得很罪惡，想說你害了一個小朋友，做一波下嘅時間幫阿婆打到1010嘅，你知嗎？對，像這個就是一個管教溝通嘅。管教溝通嘅一種嘅錯冇，或者你在小朋友很害怕，害怕，很輕驚嘅，因為鄰居嘛，喺啲夾邊從頭佢來聊嘅時間，也有其他嘅小朋友可以同他聊。你知道你可以看從他的眼神，看他其實他很害怕。桌上有很多這個餅的呀、桶的呀，大家在食嘅時間佢唔敢食。不過你會知道佢輕鬆嘅事，不過佢唔敢。其實因為是佢公司嘅棒棒糖賺你，因為本人大，像這就是一個很血淋淋的一個實際案例。對，所以其實當然也除了說，你講
爸爸妈妈管教沟通的问题，其实学校也是学校家庭周青重要的角色，不过学校的欣赏的黑，同学也是，对不对？像老师，如果其实老师有时候也会有管教过当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叫做学校的霸凌的问题学校霸凌的问题其实对生年影响就像我刚刚讲的，伫咧读书伫咧交朋友也喺伫咧自家伫咧自信心的部分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们现在儿福联盟也有翻译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个叫做《霸凌不要来》。其实书里面就有在教学校青年呢，还有胎年你要怎么样的去应对学校霸凌的部分，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学校霸凌的行为。这个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跟范例，是说有时候小朋友交朋友是他自己交朋友的方式有问题，比如讲起家不会共发就是比如说他想要跟你玩，可是他就用打你的方式跟你玩。对我们小时候都很常这样明明是喜欢你，明明是中意你，我故意给谁打呀，你给打呀，对所以讲，故说亚孩行为就会本其他的小朋友就会讨厌，你就会某中医就会有一些排挤的行为。来不要跟你做朋友，来不会让你做朋友，结果他回去的时候就很受伤，就觉得心不清感苦像这也是小朋友霸凌的问题，也是对。然后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再回到的是，他告认为处理他怎么样去教同学要去包容孩子。还有一个部分是生理的起感恩用为去改善。他要怎么学真正比较好的一个交朋友的方式？真的，不过你看，说到老师，我这边也有一个血淋淋这个他实际的案例，就得跟宣婷来分享这个一直在爆料，有没有？一直爆料摸下小朋友的料。就有一次在回到来专业摸下的时间发现个生意的检房的图书的时间，我伫咧教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老师发这个考试卷，在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可能迄考试考唔係講清好，嗰種還是問題啊，講你發生乜嘅事情，你講我的國文，我嘅國文考到唔好，我本來想講，安慰佢講，其實考試考唔好冇相干啊，你再努力，下次就好了。結果唔係呢，佢唔係教字叫講嘅考試考唔好，因為他的考卷撕掉了。变成碎片，都挑到给铁石桶底度。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考试卷旁边写，他说你给国文分数考到暗后，你以后太高后你就去做槟榔西施就好了。洋葱我真的给两时我看到给这样子的考试卷，我非常的生气，我心肝都轻欠。我想要把他的考卷全部都粘好，然后我想要回去找老师。我觉得一个孩子，一个生意，你考试考唔好，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你怎么可以就否定他？你就讲，因为我们家那个小朋友整个晚上都在哭，一次都真的很受伤。像这个也是一个霸凌的问题，昨天很讲什么？对不对？其实要做对啦，古说俺哋就没有去老学校的老师没会做这种学校霸凌的宣导，因为老师伫咧教生你的防范还有态度没有越来越进步啦，这样子才可以跟学生跟家长有一个好的一个亲师互动的关系。真的，古说在这边也是呼吁你可以欣赏呀，黑同学，其实有很多你还是其实是利益良善，你黑后给出发点，不过有时候给防范黑工用都唔好可能。点都会有喊卡台给送像那天晚上用了很多的时间，好好的跟他说，对你才可以慢慢的去调试你的心情。对，像这也是。不过就像刚才宣婷讲的就是其实对于很多青岛跟儿童呀黑小朋友，其实还是要铺头，要有一些辅导。对不对？像好好跟他说啦，对不对？也是一个辅导。可是好像不止辅导，也是有一些。像是省重团体给发通，系因为俺哋就伫咧
针对生年的辅导哈，除了我请好教的老师都关心生年的状况哈，还有一早资源迄眼你就要同家用的迄心理咨商师，啊你就做对迄请心理咨商师老生年去讲起去家深度的发哈，啊另外你就要攀动的发通，比如说家长的团体，然后生年的团体，然后带你生年出去了的那个发通后，为了就是要去增加带你老生年他们之间相处的机会啊，增进就是增加爸爸妈妈老生年沟通嘅机会，错嘛哈，今边有带那个相片来，哇，相片等一下做得同大家来分享。我说按度嘅发通哦，真的是，其实那个是在慢慢的时间，慢慢的潜移默化当中，这个影响很大哈。这里按够吗？做对。所以其实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有一些是不是也有像戏剧的课程？有这样的课程吗？戏剧给口场有啊，因为我们之前在办儿童团体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去找一个戏剧治疗老师，他就来帮小朋友规划一个课程，就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可以写剧本，你可以演戏，你可以画画，好，为的是什么？就是让生年都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做自家中意做的事情，去发挥自己的创意，然后张有老师带生年来讨论生活中的事情，也係講遇到問題，用嚟去遇到问题怎么样去解决的一个方式，这样子。不过说这样对小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对不对？很好的学习，做得按够嘛。做对，哈。不过说讲，其实简单讲起来啊，你去参加小朋友参加按度嘅发通嘅时间，其实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家中呀好心，你声音会好心。不过说这就是刚才宣婷讲的青岛嘅发通，什么？哇，这是去划龙舟吗？对啊，这个活动很好玩哦，它就是我们带家长去参加我们苗栗县的一个龙舟的比赛。其实我们刚开始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划龙舟懂简单嘛，就划船而已嘛。其实它很困难，因为它要体能的练习，它还要技巧的练习。好，那它还要同队间的默契。然后我觉得轻松又黑，你会花时间第一天事情上面。我懂，就是大家有没有同心，大家同心，所以做的大家同心，一起去为一件事情努力，所以那种的感觉就是那种团结的力量就会出来，很不一样。对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在比完赛之后，虽然说名次可能没有很好，可是他们就有回来跟我们分享说，参加这个活动，他们看到的是原来生活中也有我可以做得好的事情。他们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感的部分，然后他们也给小朋友去看到说，爸爸妈妈这么认真的在完成这一件事情。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办活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对，那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在101年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有得到冠军第1名哦。对啊，所以这个冠军其实对我们的家长来讲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是他们努力所完成的一件事情，他们很荣耀。对啊。哇，所以其实外地吼，唔单将迄划龙舟给发通听听啊，其实还有青岛母乡给发通中嘛哈。希望说其实爸爸妈妈小朋友一起来完成那样的任务，做得安讲嘛哈。所以其实还想对。像轩你刚刚讲係這個划龍舟的發通吼，咁講外地其實除了划龍舟，還有武強嘅發通，咁講還有乜嘅案例就對了大家咧分享，咧教大家係講，因為拄到這樣嘅問題，你行該用點做，所以請你嘅鄉親朋友先聊下，飲下茶，等下陣再嚟繼續嚟分享。